机会，讲台语，下巴班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排队。排队摕奖金，阮百面的赢，恁免伤心。耶！哦，较甜意啦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来掉队。灰当当，互你红到水当当，冠军一定是咱的。哦，希望两队拢是冠军啦哈。好，来上擂台，来，这里。哎，大家行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来介绍阮这组的来宾队长哦，是嘿，阮的光头。我是光头的头。你个见面啦。然后来第三届啊，哎，来第三道啊吼。对，哎，拢有摕到奖金，有，拢有摕对啊，第三届嘛，嘛会吼，新有主持人来遮就对啊。笑啊，咧呛声你看。哦，是今日咯，甲伊的迄落所有真高讲台语的朋友拢甲带出来啊。哦，拢少年辈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个。好啊，这阮女朋友。好，大家好，美秀就好，我是凯哥。啊，其实这比赛是我报名，因为我想要摕100万的。哦，阮家己报名来啦，所以讲阮的节目较想也真济，不管是囡仔还是大人，拢会想要报名来参加的啦吼。今日足有自信的哦。有吼，好，真好，欢迎你来个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狗，阿狗，高人多基多狗 ，A.K.A. 青山狗阿杰 ，A.K.A. 台湾土豪 ，A.K.A. 林当。哎，你确定阮李无拍出来吗？是一个 hiphop 歌手，hiphop 歌你是手啊。哎呦，袂歹，莫怪，拄后搁有迄落说阿运啊啥，袂歹，是你第一道来，真有自信要甲钱摕倒转。一定的。好，我等你哦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个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素汐，我就是唔知影来遮创啥来贴开就对啊啦，我朋友甲我招，我就来啊呢。不要紧，你叫做素汐，你来遮有这三位朋友伫，你绝对叫素汐的啦。嘿，放心哦，今日哦，阮遮100万，是，足有自信要甲摕到转去。嘿，这是阮因为哦，大家拢足了解台语的哦。哦，看因介绍，有你研究的哦。是，好来，咱看咱迄边的，好不好？好来。您介绍咧。哦，欢迎阮这边的队长丢。大家好，我是丢丢，我是队长。今日咧带阮厝边，甲阮翁啦吼，是，伊会晓讲台语啦，哦，真认真诶，真好，会晓讲台语，咱就爱家己自我介绍。来，我是水哥。我是 cameraman 跟新闻编辑。哦，新闻的，新闻编辑的哦，卡梅拉上的呢。卡梅拉。哦，是。哎，看过阮节目吼？有，真好笑。真好笑吗？啊，你有学到什么台语无？当然知啊。哦，你会感觉真深还是真浅啦？真深吼，因为台语真正有影足水的，讲起来吼，真正落长。听起来有当时拢无共款。所以讲，咱来豆豆啊来学习。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，搁三个字。我是遮的厝边，我是出过的7本册的跳舞老师。哦，厉害！跳舞老师，舞蹈老师啦。之前嘛有来过，之前捌来过。今这个嘛第3摆。好，欢迎你来搁三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彩云呐，李彩云，我是卖厝的人，我嘛是阿姊的厝边，嘿，今日头一届来，足欢喜的，希望会使摕到奖金。等好，我甲你介绍奖金啦吼。听起来阿姊的压力嘛真大呢，大家拢讲为着要甲你来啊，要来摕奖金。都会被。买来遮拢唔好有压力哦，吼，轻松啊算，想要讲啥咱就讲，拢用台语来讲哦。好，先甲恁介绍一下咱的台语顾问老师。来，拨下欢迎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会晓讲台语，互你知天文，捌地理，知识丰富，无得比哦。咱
咱豆豆讲，咱有一工真正会知识的丰富，吼，甲人无对比，一定因为咱比是比家己啦，是啊，因为咱平常时也是上，咱就会当讲台语啊，吼，看恁要讲也是唔讲安尼啦，吼。后来要摕100万，无遐尔简单咯，爱拼一个三关啊，打3关的。啊，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今仔日就是初赛，今日嘿，初赛你若赢得摕到初赛奖金，哦，这就头一关。啊，初赛赢进入第2摆就是复赛，复赛嘛，复赛奖金嘛，佮摕到奖金就要进入咱的决赛，上尾啊总冠军就要摕到100万呐！现金哦，嘿，现金哦，对，吼，甲今日的奖金先收起来啦，啊100寄你阮家啦，无错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，安那调查哩，甲大家讲一个。哦，譬如讲举一个例吼，即马大家拢定定会看到人咧翕捌足水的无人机。哦，无人机台语要安怎讲咧？无人驶无人机。嘿啊，有人会讲自动飞行机，自动飞行机。有人讲遥控飞行机哦，无一定嘛。所以这就是台语的新词出现啦。是。啊，阮咧做这调查吼，就是甲大家拢会讲的2个词摕来头前，了用咱这打电话去调查，看嘛，倒一个词上侪人选。哦，是。好，啊，等下阮2个有2个答案，拢是。有人选到的，阮是要麻烦恁来选择，讲打一个是较侪人伫讲，是我的还是阿翔的哦？好，来分数安怎算？哦，咱这回合拢总3题，那拢要到上侪得着6000哦。哦，当然嘛，先甲6000提起来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我出题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早午餐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即马真流行的早午餐，没错。我会较简单，我就直接翻。英文呢，直接较翻过来就对啊 ，brunch 哦，嘿，安尼就翻就好啊，较简单啦。无因为咱进前嘛无人伫讲早午餐呐，是我是感觉讲安尼较简单讲，啊，我差学英文啦 ，brunch，嘿，就亲像迄罗赖吧嘛是日语翻过来，是无毋对。啊，若是阿雄我这边吼，我的讲法叫做早到顿，早顿甲中到顿合作伙。就是早顿甲中到顿合作伙，对啊，就早午餐，所以叫做早到顿。到底是我的 brunch， 还是我的早到顿呢？来，麻烦恁2队来选择。必须阿雄编辑边。哦，是。安那讲，咱拢是台湾人啦。有影。是，咱即马就是要学台语嘛。学台语，所以早到顿。是早到顿较好听。有影。嘿，brunch的应该是较外国的。嘿，来，我安尼讲，我唔知对唔对，问一下更头。台湾人唔是每一个人英语拢好。是。对，所以你可能会晓英语的听有，但是可能较侪会。可能啊，啥无你咧讲啥？是有的少年嘛唔知 brunch 啥，可能像我安尼较含班，英语较含班。哦，所以讲。对，所以我咧讲我家己啦。你安尼嘛是学着啊，brunch 啊。brunch。来遮学英语。来遮学台语，介注意。好，啊，那咱这边的咧，刘婷。嘿，我嘛是感觉早大顿。直接啦。早大顿。较直接啦，因为这款的名，伊对时大人来讲，安尼讲应该较听有啦。对，对时大人来讲，较了解啦。对，啊，你若甲讲 brunch，伊可能啥话？对，无知影啥，伊大家拢想着足单纯的，其实安尼是上好的。好，啊，毋过答案是啥，我毋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早到顿。早到顿是用的意思嘛？早顿甲中到顿甲合起来哈。啊，这个不让是用英语的，哈，对英语的音翻呢，啊做出来的咱来宾选的早到顿有80.8派人选，哇，差不多哦。啊，这不让干那啥？
59.2派人选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拢真牛哦。好，来，今晚大家拢准备好啊，第二题要来啊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拍立得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拍立得，大家应该拢知影拍立得嘛，是就是像安尼，哇，这炸真方便，啊你随时通啊把，啊你要用的时阵嘛是要用的时阵真方便，哦，念咪出来，上班会拢是方便，是啊，所以讲我叫变相机，哎呦，通啊随时炸出去的变相机，太好太好，啊，若是我吼这边的讲法叫做翕影相机，翕。伊爱翕，啊！你拍立得就是随時會使連面摕到一張相片嘛，啊就聽就連面甲印出來，所以叫做翕影相機。哦，翕影相機嘛是真好聽，真好聽。好，來兩邊，咱請選擇，必須阿雄點一邊，是翕影相機變相機，來，哎呦，哦，有差別啦哦，來。阮剛才這邊選我這邊的，選你啊！是好來，我來問一下，徛鵝，嘿，因為翕影相機無好念嘛，就是足無直覺的，啊變相機念起來足順，啊伊嘛是足符合伊這個工具，就是伊足利便啊，是啊，所以我感覺變相機應該嘛當直接受着，嘛較好記啦。啊，咱要學嘛較緊學，是毋是變相機啊？好，啊那這邊的，就是選你的，來，卡馬拉面啦，我感覺應該是翕影相機，因為台灣人講話攏較直接。哦，翕影相機甲電筒同款，甲早斗同款。哦，上直覺的，一聽就知是啥物。是，無唔對。翕影相機是因為我介意伊會使甲相片印起來，啊個隨時就通啊印出來。無安怎叫拍立得？哦，無啊，為什麼叫拍立得？哦，伊個意思就是安尼。係啊，因為你翕了，等下就通啊摕到，就通啊得到啊。是，好來，老師，咱正確的答案是。正確的答案是阿翔的翕影相機。有差別啦！來，好，阮首先，恭喜你哋2000咯！翕影相機就講會當翕，啊，佮會當隨印出來嘛，是用伊的功能啦，吼。是。啊，這變相機就你迄個炸方便你印啊利便嘛，吼，所以迄個叫做變相機。啊，其實兩個真差無介濟，吼。這個翕影相機55.6派人選，啊，這變相機是44.4派人選。真哇，是哦，真好，都促銷啊，準備好啊。來，老師，咱請出題。請問天使樓梯的台語，倒一個較濟人講？天使樓梯啊！哎，對，咱若有當時吼，若是出去外口佚佗的時陣，吼，攏會看到這光。哎呦！哦，咱攏唔知影這到底是啥貨。是。真水。我吼感覺這是離上帝較近，敢若上帝予你一個樓梯的感覺，所以講我就甲叫做上帝分推。上帝分推。是因為你腿甲提起了，你就通爬起啊。哎呦！哈，上帝分推。是。啊，那像我這邊吼，會用一種網絡較濟人講，叫做耶穌光。哦，耶穌光。敢若耶穌咧迎接你。所以不管是若看到這個光吼，大家心內有種敬畏的心，啊，唔當對迄個光行。我就是講耶穌要迎接你啊，無，敬畏的心就好啊。哦，對啦，去欣賞啦，欣賞。對，到底是我的分推，啊是我的耶穌光咧。嘿，來兩隊咱請選擇，必須阿雄點一邊。哎。哦，有當時啊，嘿，想法轉者嘛袂歹，是無唔對來。敢若耶穌較親切啊，較親切，耶穌較親切。耶穌甲上帝唔是共款。耶穌聽起來三位一體安尼啊。上帝敢若較遠的感覺。哦，這嘛是對呢。趣味哦，趣味，應該是你攏有聽過。因為網絡頂面真濟。吼，那好，咱這邊就聽。我聽過耶穌。耶穌光有聽過啊？應該是耶穌光啦，因為早一輩人
袂讲上帝，拢讲耶稣，所以耶稣光倒起来耶稣光。是。念法对，念法简单，对，简单。简单。是好。那咱舞蹈老师，阮是感觉是阮的楼梯，啊这样安尼甲撸起安尼，背起安尼，看上帝。是。好，后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上帝分推。来，天使楼梯一般是咧形容啥？恁看咧图吼，伊是安啦，日头的光线为天顶的云芳安啦，照落来咱的涂骹兜，吼，啊，敢若啥天使要落来人间的分推共款，所以这种现象伊的学名也含名就是耶稣光。哦，啊，伫大自然也是咱摄影的作品，常常出现，互人一种啥，真新鲜、真祥和的感觉。所以台语就有人建议直接讲啥，耶稣光，也是啥，上帝分推。啊，咱迄个耶稣光38派人选，上帝分推有62派人选。哇！来，咱即摆来看两队的分数，分排队的。排队即嘛有2枪，真高！好，来丢队，丢队即嘛有5枪哦。好，来继续哦，起来咱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等下带恁去看一张相片，伊即马 AI 真流行嘛，吼，搁真发达，所以讲伊的相片会叮当，吼，啊内面有真侪物件，咱来斟酌看哦。没错。有啥物物件咧？有当时啊，可能是一个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譬如讲咧做工课啦，啊有当时啊可能是一个所在，譬如讲某一个车头啦，还是某一个迄个建筑，譬如讲总统府这种，逐项拢有可能就是古早相片内底。是啊，阮的问题就是会伫内面出来的哦，吼，啊咱分数哪算？咱即回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回来落来回答问题啦。啊，若拢讲到上济12000块等您哦。好，来12000块哦。手先放在顶面，来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甲取落去哦，较紧的哦，吼。好，来上个，咱请提示。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去看一个嘉义人的灶骹。是嘉义人的灶骹哦。来，先看影片。哦，水的，足水的吼。哦，人真济呢。以前拢安尼。哦，佫真济大，就爱磅礴盖好看。系啊。哇，古早，真正，还是食较饱，真好。哦，这对咱来讲，真正拢是记忆内底的生活。无唔对。好，来要出问题哦。来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今日要带恁来去过迄个嘉义人日常的生活。是。这就是一个早起吼，你若要去买菜时阵，拢会行到遮来买啦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呢？哦，买菜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光头。菜市啊。阿姊。啊？是这边有光呢。哦，伊无塞到大底，伊有塞到大，伊虽然较紧。是，伊有塞。伊有塞到大底。是，好，哇，咱来先牛英讲。对。哦，来。菜市啊，菜市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菜市啊，对唔对？恭喜！买菜就是菜市啊啦。好，来，分数先。恭喜得了3000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咱看到的这旧相片是嘉义的东菜市啊，做东市场嘛，哈。啊，这个菜市啊是日本时代起的哦，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。这是在地人买菜交配所在，啊，这唔啦。通风啊，采光嘛真好，佮有啥古早市场的这个气氛。上特别的是啥？伊是日本时代用新木起的建筑，啊，佮有保留落来。2015年，佮互人登录做嘉义市的历史建筑。所以有闲的，当去东菜市啊遐看看咧。不要紧，咱佮有3位，免惊，骹手较紧，拢推介到啊。骹手较紧的，拄好阮有足紧啊呢。但是伊无愈较大底啦。
啊，阮这边有督一个，哦，嘿啦，原来我拄啊有来无？有啦，啊，我两边都有咧看。因为伊轻轻啊，你知道？伊轻轻啊，但是伊想讲伊输啊，但是有甲个大底，啊伊无甲大底。原来较准是咱会记了大底甲吹落去甲对听个对对，爱熊爱熊。嘿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等下嘟嘟啊有讲过，紧的哦，听个遐就好哦。大底爱大底。大底哦，大底哦。好来啊哦，手更好好哦。小妹，咱啥提示？是，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学生囡仔，因咧练习迄个文书处理的过程甲技术。哦，文书处理的过程甲技术哦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哎呦，安那遮济光头。是。咱头拄看到就学生囡仔头咧咧，一直咧练习一种物件，迄个工具叫做什么名咧？哦，水啦！来，阮这边。嘿，恁那边。哦，阮这边。请问学生咧学习的是什么工具咧？好来啊哦，手更好好哦。小妹，咱啥提示？是。刷落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学生囡仔，因咧练习迄个文书处理的过程甲技术。哦，文书处理的过程甲技术哦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，哎呦，安那遮济光头。是。无以前较贵气啊。对啊。哦，大家拢做无用的哦。系啊，头拢无头咧咧安尼。无唔对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今日要来去学校内底看人咧上课，哪看哪佚佗。咱头拄看到就学生囡仔头咧咧，一直咧练习一种物件，迄个工具叫做什么名咧？嘟嘟啊，迄个工具你看我的动作哦。嘿嘿嘿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水啦！来，阮这边。嘿，恁那边。哦，阮这边。拍字机。拍字机。嘿。好，确定。确定。来，老师拍字机对唔对？真高哦。哎，袂歹袂歹。来，分数溜起来啊！可以得了3000咯。哎，袂歹。这张相片是日本时代家己专修商业学校的学生，因咧用这个拍字机咧拍字的这个课程。啊，迄当时想要安排这款课程，是因为啥？商业活动渐渐啊啦发展起来，吼啊需要培养专业的人才来处理文书。啊，你若拍字啊练就手，啊比你手写安那较紧，啊较整齐，啊文件嘛较好保存。所以学校才会特别开这种拍字的课程。所以答案就是拍字机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袂歹，我即摆烦恼就是分数，今日扭起来就好。对啊。上好是平，迄介好看。哦，介好看，是，无唔对，不要紧，后手各2位哦。加油哦！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第3题哦，今日8000，甲咱的5000哦。差这3000哦。加油，一题尔。哎呦，好来，上回咱请提示。是，刷来，咱要带你来看的是2001年、2001年的中正纪念堂。是中正纪念堂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！哦，食古水。古水。哦。哦，后壁人叉呢。是。哦，就明显啦哦。对。真牛吼，用到变会当厝啊，真好。对。是，好来啊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中正纪念堂佚佗。咱头拄看到就是2001年的时阵，中正纪念堂遐拜6礼拜，逐礼拜拢会举行这个溜冰。啊，你敢知溜冰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溜冰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水蕊。来，阿狗嘛吼。叫阿狗。哦，狗。古人啊。古人啊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啊，因为他都以前的诶，顶管拢啊是练四个练啊。古练呐。哦，袂歹呢。古练呐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古练呐，对唔对？好，正确。哦。厉害。好来，
分数，恭喜哦，得到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，迄个伊拄则讲的是溜直排轮啦，是骨链啦。来，所以讲骨链啦 ，OK 吼。啊，迄个恁啊会歌咧，啊朋友少咧，啊做伙去，咱这个咱啊溜冰其实嘛会当有一种统称啦，不管咱即摆因为咱台湾较无迄种实际冰宫嘛，吼，啊其实咱就甲这嘛甲当做华语讲叫做溜冰嘛，吼，啊有一种讲法叫做出冰啦，出冰吼，这是。这个2001年，迄个年代真世界运动，啊，因为中正纪念堂迄搭遐呐，经济水啊所在间呐足开阔，所以若变啊到假日，就真侪人会去遐。你讲的厝练啊，还是厝边，拢会使。是，冰就是较多一种嘿，冰刀哈，冰啦，练啊就是练啦，对对对，是哦，是即嘛白手啊哦，白手，紧张哦，真正白手啊哦，后一位压力大哦。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加油哦！好来，上回咱先提示啦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互恁看的是早期伫农村的时代，迄个社会，大家拢会好做同齐做的代志哦。哦，同齐做的代志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！哎，不是，哇！伊这你创啥？我个，以前工具较是有影真少。是。嘿，这种较古早以前的。没错。是，后来要出题啊。好，紧张哦。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咱即马要来去看的，就是咱古早的农村。是。拄仔看到大家知影咧创啥无？因就是用以前的遐个鸡石头啊，遐个工具吼，来甲即间古早厝搬位。是。嘿，啊，这个行为叫什么名咧？哦，搬位，迄个行为，袂请手答。嘿，搬位，喺个古早厝搬位，嘿，迄叫做安怎讲哦？嘿，是，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哎呦，熟悉哦，来，熟悉啊，盖熟悉。刷厝，刷厝，刷位的刷，刷厝。哦，来，老师。刷厝对唔对？哦，那这个，哎呦！来，分首先，恭喜哦，得到3000咯，冰盘。刷厝，好来，老师咱请解说。来，这张相片是伫咱台南的显化，是用啥？人工在刷厝，啊，是安怎要刷厝？有可能是啥？第一是风水的问题。感觉原来的厝地无好，爱要换一个较吉利的所在，吼。啊，第二是安啦，地势伤低，定定饮水爱刷起啊较悬的所在，吼。啊，第三可能是土地利用的问题，因为安那要开道啊，啊是这个要分产地，还是兄弟要分家。啊，你若甲厝甲卡掉甲顶起，是毋是要开出侪钱？所以就请啥物专人来刷厝，所以答案是刷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分数搁变啦。来，咱先看者，咱来排队。排队即嘛有11000。嘿，啊，咱掉队咧。哦，袂歹，嘛有8000哦。哦，要紧，进来去咱的第3回合就知影。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哦，耳孔啊足大，啊一个问号伫中，迄是啥物意思？哦，问号代表的就是奖金啦。奖金，嘿，少的吼3000、1000，啊若多的吼1万、12000、15000拢有哦。哦，15000到1000的意思。对，好啊算。是，好来8提示咱念一下好无？好。困斗阵，鬼，母领，戏曲，一帮，结婚，金啊，大意。哦，是，这就咱的8提示。是。哎，所以讲咱若对，就让他甲奖金摕去。无错哦，一定爱对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有2个提示，就是讲哦，咱这拢是一个人拢通
讲四题。多错。那万一咱有万五的，袂晓，袂晓，袂晓。哎呦，不要紧，阮有互你一条救人哦，救人对啦，是安尼，咱就通甲队长参详，咱队友嘛通讲，吼，这是通咱同齐回答的哦。吼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钱较少的，吼，咱分数较少，咱通较先选，甲万五甲选起来啦，吼，来，咱即马看就是讲来。停的，咱通啊先选，万五先甲万五摕起来，嘿，来，戏曲，是戏曲哦，来哦，咱来看者，戏曲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袂歹，头前就对，你搁变大贵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伫咧传统戏曲内底，青衣讲的是苦段还是花段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哇，嘿，来，知影就试落。嘿，青衣。苦段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苦段对唔对？哦。终于得了3000咯！是传统的戏曲里，来亲像咱人生的大舞台同款，有各种无同的角色。啊，这花段伊安那，伊的个性较乐观，对家己啊较有自信。哦，啊，这青衣一般是较端庄，比较端庄啦，哈。啊，运命较悲惨的女性，专门咧唱这啥靠调啊。所以这个青衣讲的就是咱的苦段。真清楚啊！哈，来讲下你啊，要选多一个。来，较大声啊！台语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台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加油哦！这真正若落去就是大饼盘。是啊，是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，伫咧今年的9月开学啊。你敢知影这间学校伫咧倒一个县市咧？平知影，咱就通紧来救人哦，因为万里苦。三、要救人无？你来。高雄。高雄，你无要救人？免。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是伫倒一个县市咧？就是大饼盘。是啊，是啊。哈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国小，伫咧今年的9月开学啊。你敢知影这间学校伫咧倒一个县市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县市。哎呦，收一万里苦呢。若唔知影，这边知影，咱就通紧来救人哦，因为万里苦。三、二、来。高雄。高雄，你无要救人？免。坚持。你倒位的人？我台北。哦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高雄。高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高雄对唔对？对。哎呦，袂歹哦。高雄路德的邦名国小，是咱台湾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，吼。是。今年的9月初开学啊，吼，成立这款台语学校哦，有2个真重要意义。第一是学生囡仔有啥，这个语言环境通学台语，啊，甲咱的台湾话甲传承落去。啊，第二是透过这款台语教育，互学生囡仔会当认捌家己的语言甲文化，嘛期待这间学校会当做好带头，有愈来愈侪关系。会当来设这款学校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会当甲咱的台语传落去啦，这最重要的。是，好来换停的哦，够万五的，够万五的哦，你睇互相参详不要紧。结婚啊，结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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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结婚的奖金有偌济？7000嘛是真好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结婚的时送莲椒花是咧祝福新人？互因赶紧添丁，还是讲感情久久长长？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
连椒花，甜点，椒灰哦，连椒灰，连椒花，是。哎，时间差不多，哦，是甜点还是感情久久长长？我感觉是甜点，甜点，是你感觉是甜点？嘿，是，连椒嘛，连椒嘿，对，伊会花的迄个感觉就对啊。对，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赶紧甜点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了7000咯！啊，列起来，列起来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连椒花就是美人蕉，吼，伊的叶啊长长，啊热人会开花，啊伊花色水是红的甲黄的上济啦，吼。啊，台语嘛有人讲兰椒花，啊，这兰椒甲查甫人的生殖器啊呐外音，所以结婚的时阵，查某的这边会传这个连椒花送男方，是要祝福这个新人会当啊呐，赶紧添丁生后生啦。是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哦，真趣味，真趣味。好，来换你哦，光头。够万五的哦，够1万的哦。贵，大声讲不要紧。啊，贵啊，贵，贵。好贵，看你光头给你赢着我刚刚先困到顶哈，先困到顶啦，先困到顶。哦，先困到顶。做人爱先困到顶。好，来先困到顶哦。好，来困到顶，奖金有偌济？5000，嘛是真好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，困破三领笑。什么掠袂着？你知什么是讲吼困到顶的时阵，到底是什么互你掠袂着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来，来这是啥？心，哦，心掠袂着。对，就可能是边仔的人的心嘛，某啊是红晒的心。是。哦，就可能你是拢伫外口，毋知创啥，暗时才翁仔某才困做伙安尼，但是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体验？无啦，还袂结婚。哦，还袂结婚哦，哇，惊。看故事听侪啊。哦，故事听到啦。是心哦。心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心对唔对？好厉害哦！困破三领笑，啊掠阮心肝是掠袂着啊！这句俗语意思是咧讲人的啥？心理真好了解。准则是老翁老某啊，已经困破啥三领草笑啊，做某的嘛无法度完全了解这翁婿，伊心内到底是咧想啥？所以翁仔某平常时伫安那互相关心，啊，较接沟通咧。啊，拄则伊讲心啦，啊，那较完整的就讲心肝。哦，心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哦，这嘛是种理解哦，哈。好，来换田。万五。贵哦，贵。来，咱来看咧，贵的奖金有偌济？贵有15000咧。就真正要变盘哦！加油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农历7月吼，最后一天除了是鬼门关，吼嘛是倒一个神明的圣诞，所以咱会传迄个专属的祭品来甲供拜吼。请问是地藏王菩萨还是阎罗王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，你有救人的机会哦。地藏王菩萨，食菜，你认为菩萨食菜，对阎罗王无一定食菜就对了。是，好来，确定哦，万五哦，确定。好来，地藏王菩萨对唔对？变盘，好来1分数，恭喜你了万五。农历7月最后一天，除了是鬼门关起来日子，伊嘛是啥？地藏王菩萨的生日。啊，因为这地藏王是啥？是佛教的菩萨，所以这天咱会穿啥？专属的这个祭品来甲敬拜。啊，一来是要啊，福赛菩萨，
二来听讲是无要互这个好兄弟啊吼，搁带咱来勇敢柔软啊！你若款想好互这个怎啊无爱等伊咧？哦，所以即天的见面就无像啥7月半普渡遐尔啊澎湃，有稀稀巴巴，所以咧答案就是地藏王菩萨。哦，有厉害，有厉害，太刺激！是，好来换你哦，光头。啊，还有一万呢，啊，还有一万呢。看是母领，还是金啊，还是直棒？嘿嘿，好，棒球啊。对对对。好来，咱看者一棒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1000，减一个。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今年9月退休，嘛是咱中华职棒全垒打数量头一名，头一个得到300支的球员，伊的外号叫做什么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外号哦。嘿嘿嘿，外号。你应该知影是啥，伊的外号。报纸写甲变过。来。大叔兄。大叔兄，是。林志胜嘛。是，大叔兄。大叔兄。但是伊的外号我无确定。大叔兄对唔对？来分数，终于得到1000咯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来我先讲第一吼，你看职业，刚才讲啥？职业。啊，共款职棒爱变悬职棒，吼，职棒。中华职棒这个全垒打数量头一个达到300支的球员，就是啥？林志胜，吼，啊，伊的片名叫做大叔兄。啊，是安怎人会叫大叔兄咧？是因为啦，伊真早就拍这个职业的野球，实力啦足好的，啊，定定伫关键的坎站讲啥？全垒打，互这个球队得到啥胜利，所以球迷就开始用这个少年卡球。这出电影内底有名一句话：大叔兄回来呀！大师兄归位来干啦，娱乐甲肯定。啊，古来大家都拢叫伊啥？大叔兄。原来是安尼来的。好，来换听的哦。这是这，有这较少的吼。来，你要选多少？一个是1万啦，吼，一个是9000啦。9000，嘛是拢管的啊。是。母领甲咱的金马好，金马好啊，金马。看你是爱食金马，还是爱爬山啦？我爱食啦，爱食。好，来咱食一金马哦。好，来咱看金马奖金有偌济？2万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寡人爱食金马糕的烧麦，啊，你知影无？迄个金马糕是金马的什么部位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什么部位咧？我会使叫，会使，叫人哦。吃了。叫人啊！蟹膏是什么部位咧？哦，蟹膏啦。是软金子。来，叫人哦。较大声的啦。较大声的大声的啦。就是那个卵巢精子。哦，精子。金子要安怎讲？金子要安怎讲？软啦，能，好，确定哦，确定，能对唔对？哦，这个金哥就是蟹黄啦，这是母的金仔才有的吼，啊，这是伊的啥？伊的体内的卵巢含卵甲无共吼，好，伊的卵巢甲这消化腺，啊，伊的色水是啥？柑仔色的，啊，这金哥的营养真丰富，还有蛋白质、维生素 A、D， 吼，甲矿物质等等，是真珍贵的海味。毋过伊的啥？胆固醇哦，嘛真悬咯，所以你若啥血油较侪，啊血压较悬的人，就唔通食伤侪。所以呢，答案是卵巢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差一啦，卵巢啦。啊，你讲的精子是公的无通食，无公，袂当食。嘿，好来，顺利啊哦。一题决胜利哦，赢啊输扣一题哦。母领哦。来，咱来看下母领奖金有偌济？哦，9000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公路上悬的点母岭是伫咧倒一粒山？
来，倒一粒山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，伊也袂用救人哦。会使画一个嘿哦。花姐，我知影，不过想讲花姐。哦，伊知影镜头哦。好来，互恁镜头哦，画一个。合欢山，合欢山，山，有合欢山，合欢山，加油加油！合欢。来投票，来，你讲我是山还是山？我无去过，无啦，我有去过。是咧甲你讲，你是有去过无？温飞，温飞，因为没哦，凉了解。文英也使啦。我感觉是山，合欢山还是合欢山？感觉是。倒一个，合欢山啊，恁感觉搭一个较好？我倒山啊。我嘛山，是合欢山，合欢山确定哦。合欢山，确定山好啊。好来，合欢山对唔对？来，恭喜来，加分。恭喜得到高清咯！刺激刺激！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台湾的中部花冠公路为啥南投入山？是有经过对合欢山的这个武岭，吼，伊海拔偌悬呢？3275公尺，是东南亚哦所有公路的上观点，嘛是咱台湾公路的上观点。因为遮呐无热早，所以呐视野足好的。所以不管你透早要看日出，你暗时要看天星，寒流来要看落雪，平常时要去看欣赏山景，遮拢会当满足你。这武岭伫倒，就是伫合欢山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遐真水，遐真正嘿。来，咱即马来看咱的更较水的分数。哦，太刺激，太刺激！我们排队，即马有38000。掉队咧。哦，冇33000哦。哦，好，即马今日的7秒1000斤。1秒1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对，等下就看一图来，有一内面拢是俗语哦。没错。看迄图是到底是咧创啥哦？好啊，几个字阮会先讲。嘿，提示啊，无唔对。啊，咱即马看，因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38000啦。 38000就1分1000嘛。对。是，所以是38秒。嘿，就38秒。好啊，我38秒无够。嘿，搁加30秒变68秒咯。68秒哦，敢若3题尔。加油哦！啊，等下有几个字，阮会先讲，尽量讲着，啊上就停落来。我话正确，俺就停落来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听看。好，8字。盐瓜户出搞餐，啊，什么嘞？盐爸母出韩版。啊，盐爸母出什么？拢总38000个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转去咧？尽量讲着，啊上就停落来。我话正确，俺就停落来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6个字。哦，写着命运2字啊。对。这命运天数点？不是5、6个字哦。加油！台湾钱音卡巴。无，你也看，安尼哦。这面甲倒面无共款哦。人无共哦。嘿。什么名？来。一款人一款命。哦，这是差一种人一款命。一款人一种命。一个人一款命。正确呀！一个人啦，一个人一个人嘛，我无共款的人，嘿，啊伊坐较好业，啊坐看较擅长，嘿，一人一款命，一个人一款命。来，咱即马看这分数，袂歹，够41秒，够40，唔该加油哦，速度要留啊，叮当着哦，较慢哦。好，来第2题啊，来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请看，好8字，盐瓜户出搞餐，啊，什么咧？哦，会使看一下哦，迄个画面内底，恁看细台，有啊，后壁徛2个是伊的像。盐爸母出韩版囡仔。啊，盐爸母出什么？韩版囝。不是4个字。盐爸母出4个字。唔正囡仔。廖贝阿囝。啊什么？我互你一个啊。阿啥囝？
不是，阿里不打，啊，正确。我刚刚要中风啊！来严寡妇出教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。嘿，这意思是要安怎落啊讲？意思就是讲吼，虽然你逐项一直甲管，但是管到尾啊，这囡仔可能会生甲歪去。是，所以讲放轻松啊，要顾囡仔放轻松。是囡仔有家己的性，啊，照伊的性去发展，凡事有无共款的结果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这。阿里不达，来准备哦，准备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运动家的精神，咱拼落去哦，最后一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接我，来，你看有两个人，嘿嘿嘿，后壁有分有啊，后壁有只模型啊，伊总要甲杀开有啊。是啥？嘿嘿嘿，你去咯，我卖去。嘿，西德佑，嘿对，摩西宾德，啊对啦，是啊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嘛是一个爱心嘛，一个爱心，爱心，咱嘛是要来去颁奖。来，无奖金，不过咱有奖牌嘛是共款啦。恭喜哦，进入决赛咯！哎，恭喜！好，来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林淑琪林老师辛苦咯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拼得去，欢迎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姐姐，谢谢，下回再过来，感谢几位。谢谢。